若曦，秋风落叶，他们都在自怜自伤，不想凋零落下，却最终逃不过落下的命运。 你现在是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等过几日心情好了，你就不会触目所见，事事伤感。若曦，你真的很喜欢师哥，对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他。他傻气爽朗，真诚率直，没有半点城府，能让我开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以真意待我。不过，我的喜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他只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那你为什么对石哥的婚事那么难过？外面的人都在说13妹因为12哥的婚事伤心的疯了。我难过，不是因为他的婚事，是因为他的婚事是那个人硬推给他的，是他并不想要的。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以后不许再说。听到没有？你听没听到？八哥，听没听到？你疯了！ 你说的那个人可是大清的天子，八哥他是为你好。你们不会明白，在我曾经生活的社会，现在的努力就能决定明天的结果。我绝对不能接受别人的一句话就决定我一生的命运。纵然在大清朝，我也不能接受。 二小姐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冷？去倒杯热茶给二小姐。是。 再去厨房准备些姜汤送过来。是。是因为我打了明玉，她才要嫁给石爷吗？还是因为她报复我，才故意嫁给石爷气我？你打不打？ 她都是要嫁给12哥的，我们全部都是皇上手上的棋子儿。你看着皇上好像是临时起意，但其实只不过是惠妃揣摩准了皇上的圣意，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刻，陪皇上演场戏吧。若曦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紫禁城里所有尊贵的地位。 都是皇上给的。天子一笑，可加官进爵；可天子一怒，可祸及性命，甚至要株连9族的。即便是嫡亲，也要谨言慎行，这样才能一世平安，懂吗？
姐姐放心，我知道了。